蒙他喜悦。就是说，神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，并且代表着他。保罗称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工，也就是我们是与神一起工作的人。我们要做的事是要帮助人与上帝建立那个永恒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去实践耶稣的命令，也就是这个大使命。我们可以为这个使命工作的时间其实不多，所以我们不要拖延，要立刻去采取行动。带领这些人去认识上帝的工作是有一个急迫性的，这不是说我们要立刻将我们手边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学业给放弃，然后去进入到神学院成为传道、成为牧师，不是的，而是在你目前的生活、目前的工作当中，去与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。无论你是学生、家庭主妇、老师，还是公司的经理、业务员，其实你要与上帝放在你身旁的人，让他们看见那个神在你身上那个恩典的记号。如何跟人分享，其实时时刻刻都在挑战着我们。我的小儿子伯恩，他常常带他去到公园玩，然后我就会让他去溜滑梯，去玩那些游乐设施。然后他过一会儿，他就会跑过来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交了一个好朋友。”很神奇，小孩子在公园里面很快的就能认识一个朋友，并且跟他成为一个好朋友，玩在一起。小孩的心思正是我们要去学习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你周遭人的身上，你是否可以让他们去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记号，如同他在犹太人衣服上的那个记号一样？你周遭的人，只有你才能接触得到，只有你才能去让他们听见福音的好消息。如果有一个人因此而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进入到天国，那你的生命便对这个永恒的关系做出了一个贡献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成为信徒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成为那个分享、见证上帝真理的一个使者。要如何分享？去年我们的宣教人生当中，有告诉我们一些方法，有用福音4步。其实上帝要用你的人生经历，使人看见、认识上帝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见证耶稣是如何改变你，要分享你的信仰的一个经历。当你在讲述这些事情的经过的时候，其实你不是要去做一些辩解。耶稣会说，你要做我的见证，不是做我的律师。你要去分享你亲身经历的一个感受。耶稣要你与人分享你的故事，因为你的见证是独特的，是圣灵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工，是你生命中最直接的一个经历。如此，我们要付诸我们的行动。上帝不会创造一个他不爱的人，每个人对他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关心我们身旁周遭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上帝关心他们，爱他们，不愿意失去一个人，要人人都悔改，得到新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只要我们身旁还有一个人未听见、未相信这个福音，还没有认识、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继续为他祷告，用爱来服侍他，与他分享这个好消息。所以如此看来，你身旁一定有一些这样的人，你愿意为这些人做一些什么呢？使他们可以得到救恩，邀请他们来教会吗？还是分享你的生命故事？或者是你每天为他们祷告，直到他们信主？还是你有更多其他的方法？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之后，有人走过来向你说谢谢，他这样说谢谢你，因为你关心我，向我分享你生命的故事，
让我听到救恩的好消息，所以现在我才能在这里。我们想一想，在天堂与这些人相遇是何等的喜乐，因为你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在那里。我想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成就，就是引领一个灵魂得着永恒的一个救恩。所以从外邦人的衣服可以看出这个犹太人的身份，外邦人从衣服可以看出这个犹太人的一个身份，这一个记号，并且知道犹太人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么耶稣也曾经教导学生，你们若彼此相爱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身上有什么记号、特征、气质，可以让别人看见、认出你是个基督徒？如何可以让人家知道神与你同在？迦南教会的意向是，不知道大家记得吗？迦南教会的意向是，对内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对外是个宣教的教会。所以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领受了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恩典，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命令，在现今我们要如何呢？在对外的宣教上面，刚刚在报告里面有说，明天晚上在文昌公园有一个2010年的岁末感恩晚会，这是一个布道会，是上帝邀请你一起加入这个历史上最伟大，而且是最广泛、最多样化、最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建立上帝的国度。布道会只是上帝计划中的一件事，也是在上帝整个运行的历史当中的一个故事而已。上帝一直在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投入。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投入服事、投入让人认识福音这件事更加重要。也没有任何事情从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，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在做的。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面清楚的明白看到，上帝一种普世的一个宣教，一定会实现的。那一天大使命完成的时候，天上地下将有一大群的人，从各个国家、各个部落、各个民族，说着各种语言的人，都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来向他敬拜。你们的身上有没有那个记号，可以让人家看见神与你同在吗？你愿不愿意来分享你的生命呢？神其实在我们相信他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知道了他以后，他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来回应他，我们要来付诸行动。我请各位把眼睛闭上，你开始想你身旁周遭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可以每天为他祷告的，直到他信主吗？还是这个人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生命中的一个故事吗？还是这个人可以从你身上看见那个记号，使他紧紧的抓住你，告诉你说我要得到救恩。请你把眼睛闭上，你想象的这个人就站立在你的面前。同时他的脸庞浮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，你开始想一件事，你要如何与他分享这样的一个生命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，耶稣命令我们要让人听见这个好消息，就如同那10个外邦人紧紧抓住一个犹大人，要他带领着他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朝见上帝。求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
都有一颗记号，都有一个特征，都有一个属天的智慧，使人借着我们去明白了解这个福音的好消息。在待降节期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对未来是有一个盼望的。这个盼望我们不能单单自己得到，这个盼望应该跟更多的人来分享。所以在此时此刻，你向上帝立志，说我刚刚浮现画面的那个人，我要让他听见明白这个救恩的好消息，我要与他分享你在我生命中的这个恩典。你的见证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一个最直接的上帝的感动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知道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，可是你的应许从旧约的时候你就说要使人来靠近，来接近你，要使人来抓住一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。在新约里面，你也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这个记号会让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你那福音的器皿，使人去看见认识这个好消息。我们立志要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，使我们眼前浮现的这个人认识你，归向你。求主带领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求圣灵和火来带领我们。